挡住，我会挡住。对，你们会挡住，对，不好意思。各位媒体朋友哦，今天是投票日，那今天天气非常好，我们希望我们全体的国民，我们的公民都出来投票啊，行使自己的权利，让台湾的民主更强大。那我也希望今天整个投票的过程能够顺利。那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总统紧张吗？乐观吗？你对你自己有信心吗？挥挥手，你上电视了！总统挥挥手，你上电视了！你有信心吗？我上电视了。这边，总统要回去做什么？你今天的心情如何？好，谢谢总统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有松口气吗？有睡好